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立伫你的实果的底用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是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互心内正直的人。请咱做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5首，我心实在学乐，请记入吟全首。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的万物，阮阿爸爸上帝，阮今早去组织伫你的殿院，做伙来敬拜阿罗你。阮感谢你，伫2000几年前，你有找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医病赶鬼，互青面的得到看见，互摆骹会行，互死人过活。互丧乡的人听见福音，你来到阮的中间，你丧失家己的性命，互阮无至到灭无，反倒通得到永远活。你来是要互阮得到透放，通过认捌你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阮今早起敬拜你的时，阮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得到鼓励，要顾我的心沉重，因为阮
会通自由伫遮来敬拜你，是因为你伫逐世代有找人来为着台湾来丧失因的性命，将福音来带到阮的中间。有更较侪人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来付出重大的代价。这几日是全台湾侪大学生，因暂时放下因的课业，为着台湾的未来做伙来打拼。阮只是特别要为着因的安全、因的身体健康来恳求助力来保守。更较重要的，恳求上帝赏赐因有够额的智慧，通做出正确的判断甲行动。阮做伙来为着这块土地诚心来祈祷，愿主所赐，互阮通得到透棒的真理，遍传台湾全地。恳求上帝你固守阮的城市。愿主你的话命临到阮的百姓中间，将你的拯救甲福音遍传伫这个国度。愿你的国临到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丧乡甲悲伤离开阮远远。愿愿望甲喜乐来赏赐全台湾的百姓，互阮的心迄个鼓励。求主你固守阮每一个人，特别固守全台湾为着台湾的未来来打拼的学生，因的心、心灵拢得到平安。阮这时也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灵亲像天灵。阮的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的人，无你传入去，亦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稍后来启用启文第17篇，诗篇第84篇。启文第17篇，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寿，徛起伫你的厝的，迄个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快乐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宇带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
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咱继续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54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赞美，咱要请本堂圣乐队，因要吟的诗歌是《荣光归伫上帝》。
请咱做来看上帝话，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马可第12章41节到44节。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众人在用钱迄落库房，有侪富人用侪钱迄落去。有一个送香的酒馆人来迄2个半厘的，就是1厘。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送香的酒馆人所迄的，比种迄落库房的较侪。因为遐个种人是对因有剩的来迄，若是这个富人人是对伫伊的无够，来一尽迄伊所有的，就是伊所挖去来挖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今早起的信息，请本堂平英道牧师来正道，伊题目是奉献我全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常常咱教会时阵来到教会，咱都有备办心要奉献。小等咱嘛要专心来奉献。毋知你奉献的时，你是用什么心态来奉献？咱基督徒时常，我听一寡会友讲，牧师啊，在伊奉献了后，剩的都是我家己管理嘛。在伊奉献了后，就感觉剩的是我家己来掌握，我家己来管理我的资财嘛。就是讲，这个资财应该拢是归伫上帝来管理，只是咱是一个管家，用这个资财照着上帝心意来管理，甚至来奉献。有当时听到这社会人在祈祷讲，我献上，大家献上咱一点仔金钱伫上帝面前，诚做圣工的路用。但是有当奉献是伊全部的呢，可能有人是奉献一半呢。但是社会伫引带大家做伙来奉献的祈祷的时，可能伊无想到讲有人是献伊的一半的金钱伫上帝面前啊。伫儿童主日学的时，嘛时常听到讲咱献上这一丝的金钱伫上帝面前，愿上帝感纳。但是咱对今所读经文中间，这个寡妇，这送香的寡妇，伊奉献是伊所有的金钱，生活顶头的需要，完全的献至上帝面前啊。咱基督徒奉献的是，咱是用什款的心态来奉献？咱来看以前伫圣殿的奉献，伫圣殿的所在有库房，库房的所在有这个奉献箱，奉献箱毋是咱即摆奉献的箱啊。咱的泡泡会当切过去无？应该会使啊。咱来看以前奉献箱，毋是像即摆奉献箱哦。咱的奉献，那个已经可以啦。高科技，高危险。以前奉献毋是像即摆奉献哦。以前奉献是这奉献箱有12个，每一个支派有一个奉献箱。这奉献箱做敢若是喇叭同款，喇叭形状同款，佮留一个互祭司，祭司嘛有一个奉献箱。这奉献箱呢，甲一般奉献箱无同款，就是因做甲真水，做一个喇叭的这个形状。当倒你这金钱落去的时阵啊，迄有声音呢，立体声呢，轻轻开开，咚叮咚咚。
无像即摆奉献，大家都无声的，对无？奉献100块、200块、1000块都无声音的。以前奉献的时，奉献箱放伫库房的面前，耶稣看因这敬拜上帝的人怎样伫奉献？有一个人奉献真正无共款，伊可能雇用一个萝卜，派一个袋仔，内底有真侪钱，将这个钱啊倒入去奉献箱的时，下这钱落去时，是轻轻开开、噔噔噔、叮叮咚咚、咚咚叮叮咚咚，那才就咱管弦乐团共款，真水啊，真好听。啊，但是呢，这个寡妇，这送香的寡妇要奉献时，你想讲伊的心态是怎样嘞？哎哟哎哟，对无？徛伫这真有钱的人财主的面前，伊是要怎样来奉献呢？伊迄这钱落去时，这金钱落去时，可能轻开轻空2声尔。若是咱每一个人摕咱的金钱，到迄个时代要奉献的时，毋知你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奉献？会使吼？咱注意看，伊在奉献箱是写安尼吼，无像即摆吼。奉献箱是甲做些喇叭的形状吼，每一个字牌吼拢真巧，拢做啊真水，吼，每一个字牌这奉献箱佫写甲无共款，吼。所以头前咱就讲到，咱奉献金钱是出自内心，毋是注重外表。主要所教示这门徒讲，你看因怎样在奉献？在奉献的中间啊，什么人奉献较大笔钱呢？是这送香的人，这寡妇，还是这有钱的财主？主要所提起这门徒讲，有一款有钱的人，那参像经学教师、法利赛人，这真有钱的人，就官兵的人、官位的人。这宗教人士，伊时常要得到别人的恶乐，祈祷的是真长，徛伫街仔头伫行的时，要得到人的拍招呼，互咱知影，互一穿真长的衫，互咱知影，你若是讲哦，互咱知影讲，哎，这是这文书，这是一间学教师，真有地位。当然，因奉献钱的时嘛是安尼一心态。爱互人知影，我奉献真济。这奉献的时，轻轻开开，一大堆钱落去时，主要说是俄罗斯款的人，主要说是俄罗斯送香的寡妇啊。这送香的寡妇，伊全人全心，伊的生活需要，拢奉献伫上帝面前。主要说伫库房的头前，提起这门徒，什么人的奉献是较济？有人的奉献是将伊剩的物件奉献给上帝。什么是奉献？奉献代表咱的感谢，敢不是？奉献嘛代表咱甲上帝关系啊。你甲上帝关系是怎样？嘛表达伫你的奉献的顶头。这个寡妇的奉献虽然看起来真少，所以伊是一个送香的寡妇。这送香的寡妇奉献。以早罗马帝国时代一个银行，可能就是一天的工资啊。用安尼金钱来换算这金钱工资，那一个月咱薪水是25000来算。用伊所奉献的钱是只有26块，敢若是主力哦，这学生所奉献的钱呢。当伊奉献这金钱的时，主要说是学到这个寡妇。这寡妇，这送香的寡妇，伊奉献了上介济。主要说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的外表。主要说是看咱内在的性命甲上帝关系。有这款的性命，有这款的帮啊，有这款的信心。这寡妇将伊所有物件都献伫上帝面前。咱知影犹太人的社会，有钱是代表上帝的祝福。有钱是代表有地位，
这些拢是上帝祝福，所以因为奉献真济钱，表示上帝祝福因真济。但是主耶稣在看因的奉献的时，主耶稣是看因的内心。会众可能唔知，只群以色列百姓唔知，但是主耶稣知。主耶稣看伊奉献是所有的拢奉献伫这上帝面前，但是其他人会将伊所存的奉献给上帝。咱咧奉献的时，咱抱着一款的多一款的心态来奉献。咱甲上帝关系只是将咱所存的献伫上帝面前吗？我相信咱都唔是。这寡妇的奉献是奉献了比这财主更加济啊！伊的奉献是凭着信心奉献，我靠上帝来奉献。对犹太人社会来讲，这寡妇是无法度去趁钱，爱当帮忙帮衬，伊无社会地位甲金钱，但是呢，伊愿意奉献伊所有的上帝面前。常常咱咧生活中间，我毋知有一天台湾社会经济愈来愈歹时，你嘛是同款献就你感恩的奉献伫上帝面前嘛？当然，即摆讲到服贸协定，真侪学生去抗议，咱嘛相信这毋是咱的政府所定的这法律，爱照咱的社会公益来做，社会的正义天书来做。但是有一天，那真正，咱的政府袂当为着咱设想的事，咱的经济真歹的事，咱的欠亏，咱送向咱谈出一个寡妇，这位寡妇同款无钱的事，你同款甘心乐意来奉献吗？凭着信心来奉献吗？我靠上帝来献这金钱伫上帝面前吗？咱讲主导文中间时常讲，阮今日死今仔手术互阮。每一天，上帝就手术咱教育，会当继续生活。以色列百姓迄个时代，出埃及的时代，伫旷野的时代，无通好食的时，上帝互伊什么？玛纳，玛纳是逐工互因的。我是讲，上帝啊，哪遮麻烦？一个月互因就会使啊。一个月的物件降临伫这一些百姓中间就好啊，玛纳期限就是一个月就好啊，保存期限卖一天，保存的这期限卖一天啊，30天好无？一概拢落来，啊，捡了转去困，嘿，真好。但是呢，上帝真知影百姓的心理啊，上帝要帮咱引带一些百姓知影一项代志，你的生活中间的需要。逐工供应互你，你逐工领受上帝恩典，甲你已经准备好无欠过，这种感觉是无同款。你若必须爱逐工捡这玛纳，你就知影你生活中间的需要，你会当活伫这个世间，你有通好食，这是上帝引带甲上帝帮咱，毋是你真牛。你逐工去捡这玛纳时，上帝就是要训练这个百姓知影，你性命、你生活所需要，就是我这上帝供应恁的需要。讲到寡妇，时常咱看到旧约中间，寡妇敢若是无人注意的，但是圣经敢毋是讲，上帝是鼓励寡妇的上帝。在列王记17章的中间有记载，伫这无落雨、大扫、摇喙大的日子的中间，上帝透过以利亚帮助这个寡妇啊，上帝透过以利亚宣告，伊所用的物件无欠过，这米粉永远有够呀，这油永远有剩。上帝嘛透过伊的徒弟以利沙帮助这个寡妇，这个寡妇是一个伊的先生是一个先知的学生，伊先生过身了后，欠一笔钱啊，
无头行志的时，伊找伊丽莎，想要祈求伊的帮赞。伊丽莎讲：你去照这个器具来，将这油停好满。这个寡妇就照伊丽莎所讲的，甲厝边头尾照这所有的器具来，用油停好满。到无器具头，因为是油就停啊。伊将这油卖掉，加做行这祭物会真金钱啊！所以我当时想讲，上帝真奇妙诶！上帝看咱怎样咧奉献，咱咧奉献的心态，咱的方法，咱的意念，主耶稣拢知。这寡妇的奉献，伊是凭着信心奉献。其实上帝真照顾这寡妇啊！伊知影，伊生命中间可能就咱参像伊丽莎、伊利亚边仔迄寡妇经验着上帝恩典，所以伊生命中间，伊知影爱尊主最大，伊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伊将这资财献伫上帝面前时，伊袂看虑我生活以后要怎样来过。目前台湾的经济可能愈来愈歹，毋知有影响你对上帝奉献无？迄个寡妇是凭着信心奉献伊的金钱伫上帝面前，主耶稣知，虽然众人毋知影，咱必须要凭着咱的信心来奉献。毋是看咱有剩偌济来奉献，你大概知伊奉献的事，你就爱凭着信心讲上帝，我知影，手术是在伫你，金钱的手术嘛是在伫主耶稣，在伫上帝，毋是咱所争拗，咱的靠咱的气力会上讨谈这一切资财，是上帝手术。第三项。奉献就爱奉献咱的全灵全心。伫马太福音19章的所在，有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这个少年的财主，主耶稣嘛看真意外，讲这个财主啊，少年就做官，大家拢真学了，10条街每一项代志拢做会到。但是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讲。将你的财产全部卖掉，去帮助遐送养的人。但是这少年的财主做袂到。伫伊的生命中间，主耶稣就提醒讲，将这资财拢卖掉，来跟缀我。但是伊毋敢，伊的资财诚做伊生命中间的挚爱，伊资财诚对伊甲上帝。中间的挚爱，甲主耶稣中间的挚爱，伊无愿意放落伊金钱，伊在伊的资财真济啊！伊听到主耶稣安尼讲，面着忧愁离开啊！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毋是诚做金钱的奴隶，咱还是诚做金钱的主人。圣经提醒咱。马太福音第6章21节，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嘛伫倒落。你逐工看股票吗？表示你的资财放伫倒位？股市啊！你逐工看啥？你逐工听啥？你注意啥？你的资财放伫倒落才是真正的。你的资财放伫上帝国中间嘛？你将你的资财投资伫福音的事工嘛？我毋是讲咱毋免趁钱。我嘛毋是讲咱将这所有钱拢卖掉，将财产卖掉，将这金钱对小等的智慧刷时去中华银行将这咱所存的财产拢卖掉，咱资财卖掉，毋是这意思。只是讲你的资财伫倒落，也表示你的心伫倒落。你看重的是什么？路加福音16章13节所在讲，一个萝卜袂当侍候两个主。咱注重是倒一个主啊？咱当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就是侍奉资财吗？毋是啊，咱袂当有两个主人。咱生命中间唯一的主人，就是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以前要读圣经的时阵，
时常听到这些学生在分享，过去日子中间，上帝怎样引出带领？对读神学院头一天开始，你也知影神学院这社里无去考试时，这社里无讲介济。对着有家庭的人、有某囝的人来讲，真困难。但是呢，我就发现这学长在分享伊的生命中间有真侪见证，就是上帝怎样供应伊的需要。甚至我看到有些学长必须要为着学费去捐迄红砖啊。但是呢，上帝嘛透过安尼，互伊一天过了一天，平安顺遂毕业。那咱呢？咱若真有钱真好呀，可能咱袂当体会上帝完全供应。咱是体会到咱有钱财，真做咱的保障，真做咱的帮助，毋是主耶稣基督。咱毋是真做经济努力啊！主耶稣若祝福你真济，将这财物放伫你生命中间，就是要互你祝福别人。主耶稣若祝福你真济，上帝祝福你真济，你要将这钱财捐出去，分享出去，献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使用。咱毋是真济努力，咱追求人生的目标，毋是只有家己的钱财。所以当我在看这个圣经的中间，咱时常看到这画图家吼画一个图啊，讲这奉献这个金钱的寡妇吼，奉献的时候拢是油头甲面啊，后壁真济有钱的人，圣经教我是讲伊奉献的时是油头甲面啊。小等吼，奉献时我会注意看讲，你是咧笑，还是欢喜，还是真艰苦啊？圣经无写呢，对无？敢有写？但是你看另外一个图，这寡妇奉献时是欢喜快乐，凭着信心来奉献啊。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讲，这寡妇奉献的时是安尼咧奉献啊。但是边仔迄个财主怎样咧奉献？你看这把图，哪会奉献遮少？我毋是讲有钱人无好呢，有钱人上帝就透过你金钱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甲别人分享。但是呢，当咱咧奉献的时，咱是用心款的心态来奉献。咱奉献时，应该是欢喜快乐，献就咱喜乐的金钱。金钱是互咱使用，咱毋是针对金钱来使用咱的性命。金钱毋是真做咱的保障。有一人真有钱，但是呢，伊挖靠这钱财，但是钱会无去呢，钱会变薄呢。即马投资人民币，即马开始了对无？钱马上就无去啊！但是呢，奉献无同款哦。奉献就是奉献这金钱，表示咱会当赢过这金钱的捆绑。上帝为什么叫咱奉献？上帝敢有欠咱奉献？无啊！上帝是什么拢有的上帝，伊哪有欠咱奉献？但是呢，奉献就是互咱能克服这钱财的捆绑。当咱奉献的时，就表示咱的心伫上帝遐，咱就尊重上帝。当咱奉献的时，表示咱第一，咱甲上帝关系，献就感谢感恩的奉献伫上帝面前啊。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0节提醒咱每一个人，毋通为着自己财宝伫地上，你自己这财宝伫地上，这一切拢会无去。自己财宝伫天里，永远存在，永远存在。有一个人一生啊，真打拼赚钱，伊毋知为什么要赚钱，只是打拼赚钱、赚钱，煞尾呢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咱基督徒应该是打拼奉献，
打拼为着主做工啊。人讲基督教是要钱要命要老婆，要钱是啥啦？你爱奉献啊。要老婆是啥？你爱出来服侍啊，可能某囝囥你厝诶。主要说，伊爱咱这人甲伊有美好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会当做伙来服侍伊。当你奉献你的金钱，表示你看重的是什么？伫上帝角度内面，咱都知影撒该这人，伊是个抽象的人。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伊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伊生命中间知影，钱财啊，毋是上人生上介重要的。钱财袂当代替咱甲上帝关系。钱财，伊拄着主耶稣了，将这钱财，伊早欺骗别人的钱，还互这人，还互人4倍的钱，将伊一半钱分互遐送向的人。伊是咧使用钱财，我相信你奉献是嘛是打拼的奉献，因为伊知影伊的人生，因为甲主要说关系改变是，伊愿意全心全灵奉献。伊奉献的是，伊就赢过这钱财捆绑；等伊奉献的是，等伊帮助别人的是，伊就赢过这钱财捆绑。这是为什么上帝邀请咱爱奉献？要求咱要在意奉献，这是咱的生命中间会当赢过钱财捆绑中间一项真有功效的方法。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无论咱拄着什么困难，有当时咱参像这寡妇同款，可能你经济拄着困难，你拄着真大麻烦的代志，可能无够剩下的钱，但是你唔通累钱。上帝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助。咱来参像这寡妇同款，凭着信心，上帝应允，甘心乐意奉献金钱。你这个人，你的服侍，你的时间，你一切在上帝面前，真做胖胖的做。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赐阮满心感谢落你。伫世间有真侪困难，甚至经济是咱的困难，是咱的国家有经济顶头的困难，咱政府嘛无照主你的公义真理来行达。这政府的官员只有看重家己的需求，可是无照顾这国家人民。但是主啊，阮知影，我们的心伫主耶稣基督愿望的内面。当阮的经济有欠缺，咱的生活有欠缺时，阮知影，阮今日是今日收赐互阮。阮的尊主最大，当咱们献就这经济的时，代表阮的心伫主耶稣有亲密的结连。你们只有奉献这钱伫上帝面前，你是奉献你的全人全心，你的性命全部伫上帝面前啊！当咱每一届奉献的时，唔通忘记，咱献就是咱喜乐的金钱，因为阮知影，咱的愿望在伫主耶稣基督，在伫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中间。主啊，求你透帮阮，当阮有这金钱的时，若无照主你的心去使用的时，咱若无是诚做你忠心的萝卜管家的时，咱只是诚做这经济路咧。但是当咱愿意来奉献的时，当咱愿意奉献阮的性命伫你主的面前的时，咱的财情、咱的财物、咱的一切，互上帝来使用的时，我相信上帝要帮助咱的性命中间，甲主同工，会当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款式来，会当诚做这幕后的世代，这欠缺世代一个好的见证。当阮献上喜乐的金钱伫个面前时，阮上帝你帮助，你事事溃烂伫阮的中间。
我们的压过一切气谈气馁，加对上帝你当使用的忠心的萝卜。主愿当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乐乐上帝，圣诗第306首 A 调，我的生命献予你，请起立吟全首。请坐。阮只是要来奉献，要奉献的大声请我要提醒有新的来宾，请你将你的名留互阮，交互守奉的职事，互阮来介绍你。咱只是做伙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献上咱的感谢。愿阮奉献全生命做主圣工的路用，愿阮所献的金钱来用出盼主的心意。阮来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只希望逃离圣殿，挑战白白受恩典。虽然不达救无真，我的感人我所献。请坐。我未报告的大声要来感谢咱的管弦乐团，带咱真好的敬拜。咱用拍谱仔来感谢咱的主，嘛感谢因，鼓励因的侍奉。咱看周报的第5页。本会定伫3月29日拜六早起10点半，伫7楼礼拜堂要办理追思安息主怀的亲人的追思礼拜。听时伫10楼的走廊，请咱会当家己去摕。你若有你的亲人要伫即个会中来做伙追思的，请你提供你的相片甲资料，互干事通好来伫拜六通好来使用。请看具体关怀，咱的吕淑玲执事的妈妈吕潘秀娥姊妹，伫3月7日安息主怀，伫今下晡1点，伫宜兰三星教会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本会前干事陈茂美姊妹的老爸。陈万添兄弟伫3月18安息主怀，定伫3月27，就是即个拜4下晡5点，伫第2殡仪馆至中厅举行日念的礼拜。29就即个拜六下晡2点，要伫10楼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王丽娟姊妹爸爸。王武雄兄弟是3月20安息主怀，并4月13礼拜日下晡2点，伫第2殡仪馆至后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教会祈祷会有增加3月24日暗时7点半到9点，就是每一个月第4礼拜的礼拜日暗时的祈祷会增加一场，所以请咱会当来参加。主理是平英伯牧师甲牧师团。以上的报告，这是要请平牧师来牧养代祷，甲欢迎来宾。大先咱来欢迎来宾吼。是对台南民族路教会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柯之童和邱艳玉有伫咱的中间无？吼，咱拍谱甲伊欢迎。另外一个是以前伫咱城联教会聚会，即马到高雄的盐埕教会的兄弟姊妹吼。叫吉定安和郑允珍，是咱古早伫遮聚会会友吼，欢迎转来咱城联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继续来看咱的牧养的代祷的事项吼。咱的集体中间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有一人厝内底亲人离开这世间文主文调。